我们在这样的一个艺术的盛宴中，今天的音乐会即将落下帷幕。今晚呢，我们在福乐和戏彩的交融中，度过了一个难忘的新春之夜。朋友们，再次的感谢杨春林、李忠和、张昭、王倩4位指挥家的指导。同时呢，我们有请我们的另外的3位指挥家上来。同时呢，也感谢美国中华国乐团的亲人演奏，感谢海外合唱联盟及所有的歌唱家、表演艺术家的惊艳表演。同时呢，也感谢在场的各位贵宾的光临。同时呢，也要感谢我们台前幕后所有的工作人员为本次音乐会所做的亲情付出。今晚呢，我们因为音乐而相聚，这乐声呢也会化作美好的祝福，伴您度过一个团圆美满的2026年。朋友们，晚安，再会。